有向前推，唔使睇嘅，係啦，因為佢係全碳纖維嘅，所以你見咧個重量其實好簡單就可以。Hello， 大家好，穩輪椅代步，穩天天代步。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款電動輪椅，簡直係領先全球嘅革命性嘅智能防撞電動輪椅。我要話佢即將能夠改變世界，都一啲都唔出奇啊！咁睇到呢條片嘅你，首先我要恭喜大家，因為你哋即將係成為全 YouTube 係第一個嘅人呢，係睇到呢一款嘅革命性嘅一個智能防撞嘅電動輪椅。所以你睇到嘅全部啊，都簡直係最新鮮、滾熱辣嘅資訊。好，咁我哋就事不宜遲，睇下呢一部嘅革命性嘅智能防撞電動輪椅究竟佢有幾咁犀利啦。首先第一個不得不提咧，就係佢呢一個嘅智能防撞嘅功能。咁為咗證明咧，我喺現場幫大家測試嘅時候，我真係亂咁揸呢個電動輪椅，所以我就要使出我嘅獨門秘笈，就係呢個一指神功啦。你見基本上我一隻手指完全都唔使諗嘅，就係推到尾，拱到最盡將個油門，但係咧你都可以見到咧，佢係好巧妙咁樣咧，就已經能夠啦係避開無論係左面定係右面嘅唔同嘅障礙，而且你可以見到咧成個流程咧係冇用任何嘅一啲嘅頓挫感啦，佢係非常之 smooth 咁樣咧去幫我咧去揾嗰個出路嘅。咁你見到我喺現場咯，再誇張咗一個演示，我甚至我眯埋隻眼，我遮住隻眼去控制呢一個嘅電動輪椅，都係將佢油門拱到最盡嘅時候，同樣都唔需要咧係擔心咧係撞到任何嘅嘢。而且咧，當你去再仔細去望一望佢個熒幕咧，佢簡直咧亦都好似 Tesla 一樣。你見咧佢個熒幕上面咧係能夠 project 到出嚟，就係究竟我今日前方嘅障礙邊度有嘢遮擋，去 project 翻咧就係究竟咧我現場嘅環境係點樣。所以你見到咧呢一個係非常之厲害嘅一個設計。所以有咗呢部電動輪椅之後咧，我諗從此大家唔需要咧就再去擔心咧，就係哇，你屋企人如果揸住個輪椅啱啱用嘅時候，或者佢年紀太大，哎呀佢根本都唔識揸，會撞到人嘅，呢個擔心大家從此唔再需要啦。從此我哋公司咧，大家再嚟練習嘅時候就唔會再喺我哋度撞到嘢啦。所以咧呢一個嘅智能防撞嘅設計咧，我相信咧都會係非常之實用，甚至咧我哋可以見喺可見嘅將來咧，應該越嚟越多嘅電動輪椅咧都有呢個功能嘅。好，其次第二我好中意咧就係佢呢個嘅泊車嘅輔助系統，你可以見到咧佢直情咧係將汽車嘅泊車鏡頭同埋咧佢嗰個泊車嘅輔助功能同嘅一個顏色嘅界線啦，同埋我轉彎嘅時候嗰條線咧都係會跟住喐。咁但係有咗呢一個嘅泊車鏡頭嘅輔助或者叫倒後嘅一個嘅輔助功能咧，從此大家褪後去用呢個電動輪椅，無論係出 lift 定係咧我哋係要埋去巴士嗰個位嘅時候咧，都會變得非常之咁方便嘅。好，咁跟住咧我哋就再同大家咧睇埋佢呢個熒幕嘅界面，究竟我哋再睇下咧究竟佢仲有咩一啲細緻嘅功能啊。咁你可以見到咧佢手柄上面咧佢有個 A 嘅掣咁樣啦，咁呢個係一個快速嘅切換，你喺一個 Co-Pilot 即係一個智能嘅駕駛模式，定係咧你要刪咗佢呢個功能，咁咧你都可以好簡單透過撳呢一個 A 嘅掣咧，咁你就可以做到噶啦。咁你可以見到啦，一般而家我哋電動輪椅有嘅，包括係一啲嘅電量啦、你嘅時速啦，咁喺熒幕上面都可以見到嘅。而喺嗰個掣嘅方面啦，你可以見到包括就係都係一啲基本，而家我哋都有啦，一啲嘅加減速度嘅功能，跟住一個電筒嘅功能，一啲響安嘅功能咧，咁基本嘅功能咧都係會配備咗嘅。咁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咧，佢側邊咧仲有一個 M 嘅掣，呢個 M 嘅掣咧就係攞嚟快速咧去將佢嘅電池剎車係進行關閉嘅。喺呢一個嘅電動輪椅底下，你只需要個用家稍為撳一撳個 M 掣 hold 住大概3秒左右，咁咧佢就會自動咧將你個電池剎車解鎖，成為一個嘅可以推得喐嘅一個嘅手動模式。咁咧亦都比起傳統上面都係比較方便嘅。咁去到最後啦，就不得不提咧，就係佢全車咧係採用咗一個碳纖維嘅材料。咁大家知道咧，碳纖維咧就係比較輕嘅，咁所以佢作為一個即係有分咁上下年資嘅輪椅生產公司咧，咁喺呢一點嘅設計都係考慮得非常之好嘅，因為正正就係碳纖維嘅設計咧，令到佢成架輪椅，你話要將佢收摺啊、擺落車尾箱啊，咁呢啲嘅場景上面啊，即係喺大家去帶去旅行嘅呢啲嘅場景上面咧，都係會變得係比較方便少少嘅。咁所以咧呢個點咧，佢哋都考量得非常之仔細啊。好，咁去到最後啦，大家肯定最關心嗰樣嘢就係，哇 Angus，你成日介紹啲嘢咁好用，喂咁但係個價錢係幾多啊？價錢先係重點啊嘛，係咪先？你介紹完有時睇完好好用。
有時就可能直接係香港冇得買添啦，或者香港買到可能價錢都好貴。好坦白同大家講啊，如果呢款電動輪椅如果佢係由外國設計、外國生產嘅話，我相信嗰個價錢佢嘅叫價可能係5萬去到6萬呢個 range 咧，係絕對係非常之合理。但係今日呢款嘅電動輪椅由中國設計、由中國製造，透過呢個強大嘅工業生產嘅體系咧，呢個輪椅嘅價錢暫時我唔可以同大家透露，因為我手上我都係得一個 range 嘅啫，所以實際我哋都要留待咧係官方佢哋去公佈緊我哋香港嘅零售價錢。但係我可以同大家講咧，係絕對唔需要去到我啱啱所講嘅5萬蚊去到6萬蚊。佢其實係一個，我唔可以話佢係一個平嘅電動輪椅，畢竟就因為佢搭載咗嘅係咩？佢搭載咗嘅係碳纖維，大家知道碳纖維比鋁合金貴。佢搭載咗嘅係無刷馬達，大家知道無刷馬達係比有刷馬達貴。佢搭載咗嘅係激光嘅雷達，大家知道激光嘅雷達係會比聲波嘅雷達更加之貴。而且咧，仲要配備埋咧佢自動避開障礙嘅呢個算法，我相信呢個咧亦都係其中一個比較即係佢嘅成本上面咧，即係用得比較多錢上面嘅地方。咁所以佢絕對冇可能係會係一個平嘅電動輪椅，但係我可以話佢就算搭載咗今日我所講嘅呢啲比較先進、比較喺電動輪椅領域，哇，完全係天花板級別嘅存在嘅技術。但係咧，佢嘅價錢咧，我會形容係一個可以負擔嘅價錢，亦都係嗰個價錢嘅 range 啦。包括喺前幾年上面，大家認為一啲比較先進嘅電動輪椅咧，佢價錢嘅 range 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哋想知道究竟日後官方佢喺公佈香港嘅零售價究竟係售賣幾錢，或者知道更加多關於呢一部嘅電動輪椅詳情，都記住要緊貼住我哋嘅 channel 同埋我哋嘅網站。想揾先進嘅輪椅代步，記住揾我哋天天代步。我哋遲啲再見，拜拜。